新宿站東南口出口，行落去呢個位有間100年歷史嘅長野屋。84年，20年，呢兩張相睇落去，條街變化唔係咁大。2023年呢個位，睇下佢個 menu 先。有一件紀念品嘅衫賣。小食嘅餐牌，定食嘅餐牌，冬季限定嗰個係炸生蠔，和服女攞嘢嚟啦，小食個炸魚啊，落少少一味粉。試下個炸魚，40蚊正價比。第一次嚟呢種有100年歷史嘅食堂，佢係大正年代開業嘅。叫咗個肉豆腐定食，麵豉湯、白飯，同埋有個葉菜。試下個豆腐，塊牛肉。炆得好腍，好有超和風嗰種味道。着阿信的故事3嗰個傳菜係呢間食堂嘅第4代傳人，今日睇到嚟呢度。